係就住呢個框架、愛嘅框架、伴侶結合嘅框架、法律框架，我哋有啲乜嘢其實我哋係框架以外研究緊，有啲乜嘢嘅 insight 咧咁樣。咁喺呢個時候咧，我想邀請先埋個關子，呢度在座兩位係啲咩人？我先開咗個頭先。我哋成日咧都會講緊啲浪漫情感啊，即係內面嗰邊有好多同性戀啊、咩性戀啊，或者係你中意啲乜嘢啊咁樣。好多時候都會用一啲字眼去定義咗自己，或者係因為唔同嘅定義，佢覺得自己好困惑，甚至感到無數，即係感到咁冇共鳴啊嚇。咁但係我哋除咗浪漫之外咧，其實有啲乜嘢嘅元素係建構我哋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咧？即係身後事又好，生前又好，其實好多時候都係同我本人、其他人之間嘅關係係有關嘅。咁正如係講到親密嘅關係啦，以及係講到更加多元嘅關係形式啦。咁在住喺度可以介紹呢兩位啦。首先介紹我旁邊呢一位 Esther 啦，係民家香港嘅代表啦，以及遠少少Yumi 係無性群嘅 Elephants 嘅代表嚟嘅。咁兩位咧，佢哋會過嚟去分享下佢哋所代表嘅機構之餘咧，亦都可以去就住佢哋去分享嘅一個佢哋分別去分享嘅一個研究報告咧，去拆解下其實愛係咩啊，關係係乜嘢啊？即係呢個伴侶親密關係可以係有啲乜嘢形式咧？以及係其實喺香港嚟講，我哋認知一個伴侶關係裡面係有啲咩嘅元素咧？我哋唔同樣態，讓愛框不住，將呢個框框放大啲，讓我哋生命嘅可能變得更多。所以我邀請下 Esther 先。介紹下你嘅民家香港係什麼啊？好，大家好啦，我係民家香港嘅 Esther 啦。咁好多謝今日香港同志遊行邀請我哋去介紹我哋啦，因為我哋係一個相對新成立嘅一個組織啦，都係今年之內成立嘅咁樣。咁我哋嘅緣起咧，係其實同呢個替代框架嘅討論好息息相關嚟嘅咁樣。因為我哋當時政府就係有個義務啦，佢哋要喺10月嘅時候訂立一個替代框架去確認同埋保障同性伴侶嘅權益嘅咁樣。咁但係嗰陣時我哋社群裏邊咧有好多唔同嘅聲音開始出現啦，咁你就覺得咦同性婚姻會唔會係我哋唯一想追求嘅嘢咧？會唔會有其他嘅伴侶關係嘅形式係冇辦法自己進入到婚姻或者唔想進入婚姻嘅咧？係啦，咁所以我哋就開始咗有個新嘅組織出現啦，咁樣，咁我哋就係想提倡性別同埋性傾向平等咁樣一齊組織家庭嘅權利，同埋透過一啲法律嘅保障去確定我哋可以保障到唔同關係嘅形式咁樣。咁呢個係大概我哋嘅理念啦。好，謝一上介紹下民家香港啦。咁其實民家香港咧，即係個人嚟講咧，都同民家香港嘅關聯咧，就係其實我哋嗰陣時10月都非常關注喺香港立法會講緊呢一個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嘅嗰個進程，係我哋即係裡面都有好多嘅討論嘅部分啦。咁好，咁雖然就已經塵埃落定啦，被否決啦，不過獲通過，咁但係研究同埋關注呢個議題咧係唔會終止嘅。咁接住落嚟啦，就想邀請下 Yumi 去介紹下無性群像 Elephant 是什麼啊？Hello， 大家好，我係無性群像嘅成員 Yumi 啦。咁無性群像主要係一個做無性戀或者無浪漫嘅社群自己組織嘅一個自發小組啦。咁唔知道在座有幾多人係有認識或者聽過呢個字眼？但係好簡單嚟講咧，當我哋平時講同志嘅時候，講同性戀、雙性戀、泛性戀，個性好多時候係集中喺個性別係啲乜嘢。但係可能當我哋講無性戀嘅時候，其實我哋講多啲嘅係嗰種情感嘅吸收，嗰個感受力，我對性吸引嘅感受係好少或者未必有嘅。而與此同時，我哋亦都會將性同埋浪漫會相對地劃分開嚟。你感受到性吸引唔一定會感受到浪漫吸引，你想進入性關係都唔一定會想拍拖同戀愛。咁所以就有分開無性戀同無浪漫呢兩個詞。咁點解無性群像會同替代框架呢個討論會有關係咧？係
係啦，咁就其實關於係外框架一出嚟嘅時候，其實我估無論係我哋自己小組又好，有啲社群嘅朋友就係都會諗好多係我哋點樣擺自己喺呢個討論當中。咁有兩個方向嘅，第一當然就係話我有想進入浪漫關係，但係我唔想有性嘅話，咁係咪我就會等同於嘅一啲同志先啦，或者我哋擺翻去同性伴侶呢個框框度講？咁係咪就代表我一定係會想結婚，想要追求婚姻平權咧？定係其實我對於性嘅興趣會影響到我點樣睇